題目呢度話想你求出1加3加5加到去2025，再減翻1減2減3減到去316嗰個嘅個位數字。Hello， 我係嚟自紅磡 Math Concept 分校嘅 Mr. Jeffrey。咁今日咧就嚟同大家講解一下2025年 Math Conception 5條裡面最低答中率嘅其中一題，第37題。咁我哋咧，其實呢度只需要分組考慮翻前面條加數同埋後面條減數所得出嘅個位數字，再計算咧，咁就簡單得多啦。首先我哋要知道前面加數咧，我哋用1加3加5加7加9咧，呢度個位咧其實會係5嚟嘅，所以咧我哋只需要再計算多一次11、13、15、17、19。個位數同樣咧都會係5嘅時候，咁呢兩個5加埋一齊就會變咗做0字尾啦。咁呢度我哋亦都得出嘅結論就係，當我哋將10個單數為一組加埋一齊嘅時候，個位就會出現0。咁我哋就可以諗到2025呢度只需要計算到1999，然後我哋就停低，然後再計咧2021加2023加2025等於幾多就可以啦。咁呢度我哋只需要考慮個位啫，亦都即係話1加3加5，呢度嘅答案就會係9。然後就可以諗下後面條減數咯喎，減1減2減3減到去316，呢度我哋可以運用翻減數總和呢個概念嚟到諗，將佢變翻做一條加數。咁所以我哋就諗由1加2加3加4加5一路加到去10呢一個位置，其實同學仔已經知道咧，呢度嘅答案會係55。個位係5嘅時候，亦都會留意到咧，我哋只需要加多一次，由1加到去10，得出多一個位係5嘅數字嘅時候，呢兩組數字加埋一齊，亦都會變咗一個0。所以咧，我哋可以知道，當我哋出現咗兩組咁樣嘅數字，亦都即係話20個連續數字，得出嚟個位咧就會係0。20個一組，我哋咧就可以去到300嗰個位置停低，然後再繼續數嘅時候就會係諗由1加2加3一路加到去16。咁然之後我哋頭先亦都知道啦，由1加到去10嘅時候咧，呢度嘅個位咧會係出現咗5嘅。咁之後我哋需要再計嘅咧就係由1加到去6，呢度個位嘅部分會係幾多咧？咁就會係1。所以5加1咧，個位呢度出現咗6喎。所以最後我哋做一次9減6，你就知道個位會係3啦。如果想留意我哋更多嘅奧數比賽題目，就歡迎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